好啦，嚟到肥蘇足球世界，咁啊，琴日肥蘇咧好樣啊，即係條氣挫住咁啊。但係唔緊要啊，戰績繼續理想啊，文字版啊，無論廚房嗰邊啊，都交到靚成績俾大家㗎。咁啊，再之前嗰日咧，其實啲視頻版、文字版全部都殺到片甲不留啊，所以咧都要繼續支持我肥蘇嘅足球世界啊。好啦，今日講咩波咧？繼續翻到巴西波啦，嗱，拉丁王子㗎係咪先？橋唔怕舊，最緊要受阿媽話齋。彭美拉斯對哥連戴斯，咁啊估計咧呢兩隊波咧嘅打法同早前咧聖保羅州聯賽嘅第二回合決賽嗰場咧都係差唔多啦，攻守啦，一攻一守啦。咁當然啦，你話喂強勢嘅就梗係彭美拉斯啦，有主人之利啊，再加上人腳上好似好啲，但係其實哥連戴斯咧越打越好啦，近期都幫大家收到米啦，係咪先？咁再者咧，其實咧，如果你話新仇舊恨咧，呢場波咧預計咧哥連戴斯都會打防反，咁而且咧都會好大機會咧，又都會多埋身啊、犯規啊、攞牌啊等等呢啲情況出現，我估計啊。咁所以咧打斷晒啲節奏情況下咧，彭美拉斯就唔係咁上算嘅咋，咁嘅踢法。嗱，打到散一散咧，咁碎片化咧，哥連戴斯係有利啦。所以唔怕真係橋唔怕舊啊，繼續入球少，繼續角球多，咁啊就係呢個咁嘅推薦啦。咁啊，今日除咗視頻版之外咧，文字版都繼續好犀利啊！琴晚 AC 米蘭嗰度都好輕鬆嘅咋，真係啊唔使睇都瞓着起身都收米噶啦。咁啊，所以廚房邊亦都繼續戰績良好啦。所以記住繼續支持我肥蘇，繼續幫大家收米。